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小祖宗啊，你这衣服可是新买的。哎呀，你要敢把衣服弄脏了，晚上就没小鱼干吃了啊！还是你刻哥画的像啊？你说他这会儿在干什么？这家伙果然是抽象派。中原有古国仙乐，仙乐有太子谢怜。太子心怀苍生，一心修行，其美谈在民间广为流传。神武大街惊鸿一瞥，风卷花落玉面，似今朝孤行。拂过须一身，浮光掠影。就坠楼小儿1万民之前。别碰，还没熟呢。妈妈，蛋糕什么时候才能烤好呀？这个生日蛋需要大火烤15分钟才能吃。啊，一定要那么久吗？对呀，要是没烤熟或者火太小的话，生日蛋可是会引发灾难的哦。来，我们先祝哈哈生日快乐吧！祝春天哥哥生日快乐！以后娶漂亮的蛤蟆姐姐，每天都有天鹅肉吃。啊！哈哈，快许个愿吧！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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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！我希望以后成为妖王，能够保护大家。这个多少钱？千年炼丹炉，便宜啊，贱卖来！上古灵传，应有尽有。宝有好眼光，一眼就相中了小铺的镇铺之宝。来，您上眼，看看这剑戟的抛光，这节鹰袖，再看这雕工，二龙戏珠，这可是货真价实乾隆年间屠龙大宝剑。是不错，不过感觉这剑不老啊。实不相瞒，这把剑呀，其实是刚从古修洞府里出的。哎，你这真的假的？我的朋友要我帮他出手的，这东西搁我这儿也烫手。我看您今天与此剑有缘，我这给个亲情价，您就收了吧。啊，好，多少钱？8万。切！六六，等等，这奸商也太黑了。哎，大哥，您听错了，我说的是8000，啊不，80。您留着您那大宝剑，自个儿屠龙去吧。玩得开心。谢谢。
儿？哎，那就是如今风头最盛的驱魔司啊！在考场上赚了2000多，还不错。各位公子，有哪位相好的姑娘吗？没有。那让姑娘们不用。另外2位公子，不需要。咱们来这儿是做什么的呀？那得问长史了，我可不知道。听曲子，看跳舞，赏钱，然后晚上回去睡。待会儿有人要跳舞吗？有，还有奏琴。想我了吧？那边都是正经人，想干别的到阿泰那边去。你想好了啊？待会儿我们要吃樱桃碧螺了。是什么？樱桃碧螺是什么？我不去了。那我能喝点酒吗？嗯，可以。红军，公子请。来，吃吧。我曾经一度担心，程小时他还能不能交到真正关心他的朋友。直到……这么巧啊？哎，陆光，嘿，这精神小伙是谁啊？程小时，你朋友？正好路过而已。有空的话，过来帮忙搭把手呗。陆光，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走吧。韩大哥，一别多年，你还好吗？啊，我很好。哎，莫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说来话长。就在前年冬天，爹爹以前的仇家五色门投靠了京城的新王府。他们觊觎墨家的基业，便造了借口，杀上门来。整个墨府死的死，逃的逃。好在我当时躲了起来，之后就辗转离开了兰州。那师娘呢？娘她没能逃出来。世事难料，取婚为何没有保护你们？就在莫府被袭击的前几个月，有一天，取婚突然像是不认识我们了，一直向着家园城附近的山里跑去。
我带着你给的铃铛去追他，但只要我一靠近，他就远远地跑开。后来逃离莫府的时候，铃铛也遗失了。此事蹊跷，日后有时间倒是要去探探究竟。后来，我就在各地走走停停，到了燕家堡，用一路上治病救人得到的报酬，在这开了医馆。和你一别之后，我就去了太南山，后来我又辗转进入了黄风谷。我呢，运气好，天生灵根可以修炼，这才让我成了修仙者。这些年，我一直专注于修行，直到今日遇见莫姑娘，才感觉到时光就如流水一般，物是人非，变幻莫测。幸好我还能与你相遇，韩大哥，我一路走一路探听你的消息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你。没想到老天真的成全我，让你也来到了燕家堡。韩大哥，没有灵根，真的不能成为修仙者吗？快去吧，他还在等着你呢。对不起，那你找到了？终于找到你了。诗雅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她现在也在笑吗？曾经以为像她这样引人注目的人，光是做朋友就压力很大了，但我根本不会想到会与她发生怦然心动的故事。Jim Sweet 的李诗雅，是你吧？诗雅，诗雅，李诗雅，那你是真的喜欢我？喜欢啊，非常。那你呢？你不喜欢我吗？诗雅，诗雅，我想要见他，现在就想要见他。李诗雅。是啊，明年应该也有吧？要不还是一起？那得看你表现喽。哦，君腾，干嘛呢，袁君腾？啊，哇，脸色那么难看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在等诗雅。哦，想对你说。我喜欢你，好开心。我也喜欢你。那我先进去了，明天我叫你起床。晚安啦。可恶！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反正就那样了呗。去买酒吧。什么？快解释清楚啊！